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歡迎嚟到2月份總結啊。2月過咗個新年，有冇特別事發生啊？冇咯，比1月嚟講出少咗街，但都有見下朋友嘅，冇特別事發生就最好啦。我覺得我已經脫離咗2毛嘅階段，但我諗唔到有啲咩好做，所以就冇咩點開台啦。CS 方面呢，未回到本啊，我覺得有少少擔心嘅，因為我已經投入咗接近2萬蚊落去。當然我唔係好急住套現啦，但我就每日都喺度期待緊大奇蹟日嘅發生。2月入邊相當之焦急，不過嚟到3月開始睇通，繼續揸落去啦。雖然話就話全程投入 CS 入邊，但係1個禮拜其實都係打廿幾個鐘，打完就冇嘢做㗎啦。早日大奇蹟日可以買到刀咁啊，打得開心啲咯。希望係咁啦。雖然已經脫離咗 emo 嘅階段，可以重新投入開台，但我都唔知開台做咩好，仍然喺度思考緊努力嘅方向。咁啊，人生係思考嘅，希望喺我有限嘅開台入邊見到大家啦。就咁啦，2月冇咩事發生就係最好啦。2月總結係咁多先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